间甲偌济，一时叫我怎样回答这个问题？感情用字太孤僻，不是谁你体袂。一旦付出着，亲像水泼落地，有价值的爱是无讲代价，只要咱莫做爱情的奴隶。一间甲偌济，一时叫我怎样回答这个问题？感情用字太孤僻，不是谁你体袂。一旦付出着，亲像水泼落地，有价值的爱是无讲代价，只要咱莫做爱情的奴隶。一旦付出着，亲像水泼落地，有价值的爱是无讲代价。